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全民學中醫。今集嘅主題係日本旅遊後耳朵聽不到聲音。今次同大家介紹一個醫案啦。阿朱迪咧喺日本旅遊翻嚟，左邊嘅耳朵咧聽唔到聲音，佢好驚，於是就走咗去睇耳鼻喉專科啦。咁經過詳細嘅檢查之後咧，發現耳朵冇問題。醫生就問朱迪近來係唔係工作壓力好大啊？朱迪就話啦，工作好輕鬆，而且日本旅遊咧玩得好開心添。醫生最後就話朱迪咧患咗突發性耳聾，原因不明，而且咧未必能夠復原添。於是朱迪就走嚟問我哋中醫藥可唔可以幫到佢。我就反問翻朱迪啦，你喺日本旅遊嘅時候食緊啲乜嘢咧？做過啲乜嘢咧？朱迪就話佢瞓得好少，而且食咗好多生冷嘢。我聽到佢咁講，就知道佢發病嘅原因啦。就同佢話：你嘅突發性耳聾咧，唔可以醫耳朵，而係需要醫腎氣。中醫講腎開竅於耳，耳朵係腎嘅竅門嚟嘅。耳朵嘅功能係唔係健全咧，同腎氣嘅強弱同埋暢通與否咧，有莫大嘅關係嘅。耳朵嘅功能需要腎氣嚟滋養嘅。如果腎氣虛弱咗啦，或者唔暢通啦，耳朵得唔到腎氣嘅滋養咧，就會出現耳聾啊、耳鳴啊同埋耳塞呢啲咁嘅症狀啦。朱迪旅遊嘅時候咧瞓得好少，腎氣因此就弱化咗啦。加上佢食咗好多生冷嘅飲食，身體裏面因此就滋生咗寒邪啦。寒邪繼而就閉咗腎氣，令疲弱嘅腎氣咧更加唔能夠通達到耳竅。咁耳竅得唔到腎氣嘅滋養，就聽唔到聲音，就變咗耳聾啦。因此開俾朱迪嘅處方咧，就要兵分兩路，一路咧強化腎氣，一路咧驅逐寒邪，目的就係令耳竅重新得到腎氣嘅滋養。朱迪食咗幾劑藥，左耳咧就恢復翻聽覺咯。其實都唔係神奇嘅，凡係喺中醫理論有相當造詣嘅醫者咧，都做得到嘅。另外，大多數嘅耳鳴患者咧，檢查後亦都發現耳朵冇咩問題，因此咧西醫就無從下手啦。而中醫咧就有腎開竅於耳嘅理論啊，因此我哋嘅醫治思路咧就係強化或者係暢通腎氣。耳鳴嘅患者嘅病情咧，當然有淺有深，有突發性，有慢性。病情淺嘅、突發性嘅康復就比較快，而病情深嘅、慢性嘅康復咧就比較需時啦。好，今次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支持全民學中醫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。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啦。